花莲岛溪乡的山区有一只台湾乌熊哦，已经真侪载逃走入去鸡条食鸡仔，嘛互掠着2届，送去野湾动物病院。这只乌熊经过训练哦，林保署暂时搁再给野放。拍开门，已经关伫野湾动物病院3个外过阿里曼死肯，赶紧行向山内。伊得到自由，阿妈滚挂 GPS 暗库，好亲像也咧熟悉环境。阿里曼西肯它其实是一只很年轻的公熊，那分属呢，在经过这几次专家的意见之后咨询，然后还是会建议说再让它放回野外，然后对森林的族群有一个贡献。阿里曼西肯去年10月开始塑胶鸡舍，今年3月是食400多只鸡仔，和鸡笼是真头疼。2摆比了后，拢送到野湾动物病院暂时安置，进行虎兵制药训练。林保署强调，野放进前有甲部落居民沟通。第一个，我们会挂味精菌圈码，然后会给它做电子围篱，然后再靠近电子围篱，我们就会出动去驱赶了，不会让你们知道说好像我们有那个有熊来，不会哦。不管是捕捉或者是驱赶，一定做到底哈。林保署强调，这摆有伫市议场就会设办 AI 辨识预警系统甲电子会议。那阿里曼西肯晚间就会发出警报，按个部落居民也是希望因知影乌熊的行踪。熊的位置最起码报给村长，差不多在哪里？不要说不要容易靠近了，很近了才给我们讲。我了解这个，但是万一他真的下山，对我们在山上工作的，真的是我们很怕呢。经过协调，林保署花莲分署会甲部落成立群组，平均3到5日就会通报村长乌熊的位置。佮承诺阿里曼西肯若佮亲鸟，会马上抓起来，袂佮野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